请问树林国小是台湾头一间国民学校，伊头起先是伫啥物空间创立的？写在树林大汉的可能敢若只有我尔啦。我想讲你应该知影。我是百灵国小、碧林国小，都无共款。是，应该较无。你应该知影，这你唔知影？系啊。 OK 吗？有想法无？我是想讲便宜较有可能。啊，便宜。你想便宜啦，啊你呢？我树林国小的边仔有天主堂，教堂，所以是毋是有可能本来是教会提供你做参考，无甲你挂保证。边仔有教会，还是对啦，中正路有一个教会，伊是做新还是做旧的？教会，迄个教堂足久的啊，嘿，但是迄阵啊。 树林并带无偌济，但是教会边嘛有可能有便宜呢，冇可能。较早教会嘛，对，我是个便宜较可。好啊，因为教会嘛有可能做便宜啊，嘿，讲像马街啊，对，好，啊你做啥？好，便宜啦。好，我去。好，那你唔对歹势啦。要紧，唔对就送互因啊，那去。啊，你的答案是便宜。感谢，机会来啊！这都有影问我这台北送啊。哦，来来来，有影迄个所在以前应该是教会。教会是，确定哦。肯定。我紧来回答都有嘛。咱来看一下哦，教会对唔对？来，老师，请解释。 195年啦吼，有日本人伫咱即个芝山岩吼，开张圣王庙遐内底来设迄个芝山岩学堂啦。这就是伊个树林国小的前身，就是即个芝山岩学堂。吼，所以是其实是开张圣王庙内底设的。